像是落叶捡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伤痕累累。我用痴情绑自己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出发家己。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秀秀啊，明仔载就要结婚啊，拢准备好啊未？拢准备好啊。阿妈，啉茶。秀秀啊，阿公讲的毋是物质上的，是心理上的准备。我听恁阿公讲，江一平的妈妈真歹应付，任何苦，任何委屈，我拢甘愿承受。秀秀，我无赞成你做无意义的牺牲。对啊，凭什么咱的查某孙爱受苦受委屈呢？阮听你都要袂赴啊！假使我早知影代志是安尼，我绝对袂赞成这桩婚事。弟弟啊，咱敢袂当甲婚事取消？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敢讲咱就目睭金金，看秀秀跳入去哦？哎呦，妈咪啊，无遐尼严重啦。我真唔甘愿咱的查某孙仔将来得袂到幸福。我嘛无愿意啊。这15年来啊，我甲秀秀真正是相依为命啦。逐工哦，除了上课上班，伊阁会教我拼房间、洗衫、煮饭，有时阵袂当转来，阁会烦恼我，惊我泡面食伤济，会影响身体健康。你看，唉。阿公、阿妈，你在我上需要帮助的时阵，收容我、饲我、教我、疼惜我。阿公、阿妈，你若待阮待的，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内。多谢阿公。多谢阿妈，秀秀啊，阿妈，秀秀，李记，你好未？好啊啦，吹什么？李记，较紧的啦。冰冰，你看我安怎？什么安怎？我特别打扮去参加大姐的婚礼，你也无甲我学到一个。
是大姊结婚，也毋是你啊！你打扮甲安尼要创啥？哎，你实在真奇怪呢。大姊遐尔做伙才结婚，这是咱兄弟姊妹上快乐的一件代志啊！我装较水咧，有啥毋对啊？二姊，因是咧地方法院公证结婚，你敢捌去过公证处啊？你穿这个衫去公证处，人拢会甲你当作怪物咯。啊，真是的哦。我去过啊，有一届阮同学因阿兄结婚，因就是穿牛仔裤甲 T 恤啊。新娘嘛无穿新娘衫哦。嘛有人穿啦，啊毋过平常人吼，就敢若穿平常衫尔。好啦好啦，你出去，我另外换一领好啊。二姊，拜托拜托，较紧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我换衫真紧，3分钟就好啊。你唔免动手啦，小等我会替你留好的啦。秀秀的决定伤过突然啦，想要甲你做一领新衫，你袂赴。上好我是卖去啦，是安怎卖去？我去家顶地，行动也无方便，那着啊遮侪人替我伫遐咧无用啦。袂用的，大姊特别交代我，一定要接你去参加伊的婚礼。阮的亲生爸母拢无伫的啊，只有你会当代表阮的家长。今仔日是秀秀要结婚的日子，恁来讨大气啦。若是阿明甲秋霞搁我咧，看到秀秀结婚，因毋知影会有偌欢喜的。只可惜因伤早过身啊，敢若留我这个破相的人。嘛无替这个囡仔真淡薄心力，实在真见笑啊！大哥阿叔，你讲这要创啥？就是啊，囡仔拢已经大汉啦，秀秀东东配配，拢有好的头脑。因的妈妈甲因安排了好的家庭，敢若我无甲婉婉教好。辜负了婉婉因妈妈对我的拜托。你对婉婉已经尽心尽力啊！好啊，咱来去啊。水里哦，来，水里。妈，你坐头前，我甲冰冰坐后壁陪大看姐。我无要去啦。周阿姨，你是安那无要去？餐厅内底佫代志一大堆，我惊我落去，阿罗一个人照顾袂来。啊，毋过大姊讲一定要请你去。妈，拜托拜托啦，去啦！爱娜，你都去啦。江一平、梁家祥两位新人，伫中华民国73年2月28号早起10点，伫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礼堂公开举行结婚仪式。由2人以上之证人在场，本公证人根据要求，以《公证法》第4条第3款之规定，做成本公证书。结婚人江一平，结婚人梁家秀，证人陆玉芳、高雕富。本件向在场的人宣读，经过承认无误，中华民国73年2月28号，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公证处。公证人刘一楚。新郎新娘行结婚礼，
面对面。新郎将新娘的白纱掀开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恭敬领地贺词，祝恁两位新人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秀秀，我嘛祝福你。礼成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人既然来啊，咱无要入去咧。我无想要破坏婚礼的气氛。东东，甲恁大姊讲，我祝福伊。是安怎？你无要亲身甲伊讲呢？也是莫见面口。大姊，我讲过啊，你为什么要拒绝伊对你付出的感情？我无资格，我无资格接受。就算是法律，拢会当原谅一个犯过错的人，尤其是改过自新的人，不但会当得到加刑，而且佫会当得到辅导。林大哥。你已经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处罚了。我是一个罪人，在我的生命中已经有洗袂清的污点。我亏欠伊的实在伤济啊！我袂当阁互伊侮辱甲不幸。以前我捌催阮大姊赶紧甲江一平结婚，唔通因为你耽误着伊的青春。也毋过后来，大姊甲我讲，伊心内真正较爱人是你，甚至为着你，伊拖延遮侪年才结婚。伊嫁互江一平，应该会幸福才对。也毋过，你辜负阮大姊的一片痴情。我无其他的方法报答你，只要伊嫁互江一平，只要伊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啊！东东，我希望你从今以后，莫伫伊的面头前提起人间上济人，这三个字，我就安尼，伫恁的生命内底消失，永远袂阁出现。林大哥，啥物拢莫讲啊，嘛莫讲再见。今生今世，咱无可能搁再见面啊。也毋过，我会祈求上苍，祝福恁大家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。多谢。
妈，你咧创啥？哎，卖叮当，妈，这敢毋是你的衫？哪会放伫遮？哎呀，你卖插啦！妈，到底安怎啦？甲我的衫吼，缀伫咧新新妇的衫顶面，将来新新妇才袂爬去你我的头壳顶。妈，秀秀毋是你想的安尼啦。这甲你无地带，会记得，莫互秀秀知影这件代志。妈，那就安尼做啦。安怎？娶某啊，都敢若会晓维护家己的某？冰冰，你得要甲人的喜糖拢食了啊？诶，我加食一寡喜糖，大姊才会当早生贵子啊。惠利，你的礼遇上济啦。你的好啊啦，今仔日是大姊大喜的日子，你两个是咧吵啥货？江安你好。咁你好，咁你好，伊边，喜酒拢食过啊，因后头来遐尼济人是要创啥？因来毋才会闹热啦。我要较清静咧，叫因转去。结婚的头一天，哪会使互后头的人来咱兜？那会袂用的。若是安尼，因后头的气势会甲咱压过。哎呀，妈，我是要安怎去甲人讲啦？你去甲秀秀甲叫入来。秀秀，我妈妈叫你过去。哦，姐夫，什么代志啊？无啥啦，我妈妈有代志，想要甲秀秀参详。妈，你叫我，叫恁后头的人拢甲我转去。结婚的头一天，后头的人袂用的倒一大阵来。因只是来闹热一个。闹热，等新娘啊回门的时阵才去闹热。后头的人倒来遮，这是足犯忌的。好，我去叫因转去。东东，什么代志，大姊？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咱转来去。哥，是安怎较早转去啦？咱拢还未闹洞房呢。后头的兄弟姊妹哪会使闹大姊甲姊伙洞房？是安怎袂用你？婉婉，你哪会愈来愈无规矩啊？行啦。大姊，祝你永远幸福快乐。一点仔拢袂快乐。江安，阮先来走。大姊，你会保重哦。无简单，才完成这件心事，秀秀总算嫁出去呀。江一鸣哦，伊追求秀秀遮侪年，
这份耐心，秀秀应该会感动啦。缘分啊，实在想袂到讲，秀秀会嫁予江一平啊。只要伊家己介意就好啊。其实，景祥这个囡仔嘛算袂歹，只可惜行唔到一步啊。行唔到一步，一世人都去了了啊！我要甲我气死！婉婉是安怎？周阿姨，大哥阿姐，周阿姨，大哥阿姐，你毋是要闹洞房？我要气死啊！闹什么洞房啊？婉婉，到底是安怎？大哥阿姐，大姐见唔到人啊啦！后白讲，唔相信你问过佩佩还有冰冰呢？阮拄则是毋是互人挂出来的？本来就是啊，哪有后头找小弟小妹去闹洞房啦？安尼是人会笑的。妈，你唔知影，江一平伊妈妈真恶劲的。婉婉，即马江一平是你的姐夫啊，上无你嘛得叫伊妈妈一声阿姆嘛。我才不爱叫伊咧。你是在想捌规矩啊，婉婉。婉婉，刷刷去。哥，这边哪会用你耍耍去？我无法度忍受伊的态度。假使我是大姐，我一定甲伊变面，马上甲伊离婚。婉婉，大姐幸福，就是咱做小弟小妹幸福。你哪会当讲这么歹格条的话，就抓大姐的？大兄，我拢亲目睭看到啊，大姐足委屈的呢。你给我点面。佩佩啊，你甲看到的事实，全部拢甲大看一讲。我看大姐以后日子一定就歹过。佩佩，莫去讲。到底是安怎啊？东东，有问题就讲出来，咱大家会当讨论啊。大哥阿姐，周阿姨，我要回来。
东东，东东，你是安怎啦？你莫吵我，互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东东啊，东东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有代志唔着讲出来，安尼有伫咧心肝内加艰苦呀。要哭都哭出来，大声哭出来，心内会较爽快。妈，爸，爸，是的，我已经无代志。奇怪咧，弟弟妹妹去到这个洞房，哪会变到安尼咧？我想哦，可能是因仔只受委屈，东东替伊感觉唔担。秀秀嘛结婚啊，东东嘛结婚啊，还佫婉婉，伊嘛结过一届婚啊。只有咱培培，伊也佫是一个小姑娘啊。唉，咱培培的缘分，唔知啥物时阵才会来。袂用的哦，干那靠缘分啊，还佫有条件呢。搁讲条件哦，咱培培就嫁袂出去啊。总袂用个像百货公司拍对折，俗俗啊卖啊。那安尼咱要甲培培定啥物条件啊？嘿，你较大啦，我互你先讲，你爱啥物条件？一爱东海路风光，要英俊又潇洒，山要哈子该头上囧，事要人气点冰箱，当当当当，滴当当当当当。不要观音的金瓶水，六要钻石珠宝一大堆，七要千年该马上送，八要汽车大洋风，九要蟠桃酒一公，十要环游世界80天。倘若有了这需要，会马上这新娘。秀琪，蹦蹦，随我来。
老三，这晚你来创啥物啊？我想要问佩佩当时会转来。啊哎，你就为着这句话，为压了走转来哦。嗯，2天无看到伊啊，怪怪。你是毋是想阮陪陪啊？嗯。好呀。明仔载叫恁爸爸来甲我参详啦。佩佩，你真正要走哦？佩佩，哪会加大几工啊？明仔载要甲上班，周阿姨，多谢你的招待。这晚才走，回去到德山可能拢半暝啊。搁较晚嘛要赶回去啊。丽子，以后我若有放假，我会过来看恁的。佩佩，我看你归去搬来台北住，第一庄脚一日到晚教人骗婚，这算啥啦？你来台北，我负责甲你找一个好做的工作。我无爱，我还是介意德山，介意我迄份工作。哎呦，庄脚爽！你强要甲恁兜饲的鸭同款，变做镜头鸭啦！婉婉，你唔通遐尔歹喙啦！佩佩是你的小妹呢。周阿姨，袂要紧啦，你即个安怎讲话拢无关系。佩佩，你要走，有甲大看一讲无？大看阿姊。安怎？要回去啊？我要赶马车，转去德山啊！明仔透早爱甲上班咧。做代志都要负责任，大块阿姐都袂阁留你啊！大块阿姊，你家己爱保重哦，唔通想遐济，嘛莫生气。除了按时去针灸以外，上好爱甲去做复健治疗。像你这种中风的病人，只要家己意志坚定。会当保持长期去做复健的治疗，也是会用的恢复健康的啊。大看这阵嘛，已经7老8老，搁活嘛无偌久啊，搁规身躯全变的，会当看到恁5个兄弟姊妹成家立业。安尼就够啊！大看就知影你是一个友好、佮善良的乖囡仔，只是烦恼你的分数啊，你嘛袂少岁啊。佩佩，恁妈妈甲恁爸爸结婚的时阵。也袂20岁咧。大块阿姊，我会听你的话，赶紧结婚，赶紧嫁人。好，你结婚的时阵，大块阿姊就算白，嘛要白去参加你的婚礼。多谢大块阿姊，我来走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三姊，车已经叫好啊，我送你来去车站。你免送我，台北德山我定定来来去去，早就惯势啊。你即马做工兼读册，这种精神真可贵。不过唔通伤勉强，要注意家己的功课，当时唔通袂记日，注意身体健康。你的学费我会当负担。三姊，我已经大汉啊。我知影你大汉啊，
我是希望你以功课为重，莫为着趁学费耽误着功课，安尼都毋是你原本的意思。假使讲若有需要，我会找你斗相共。搞囡仔，你真好命呢！有遮尔多哥哥姐姐关心你，要伫啥就有啥。好命啥？爸爸妈妈过身的时阵，你拢比我较侪岁，拢会记得爸爸妈妈在生的时阵，足侪代志。干那我一点仔印象嘛无。佩佩啊，阿姨就报送你哦。九阿姨，唔免啦。李姊，我来走啊。冰冰，较早转来哦。好。婉婉，阿王啊，你走出来创啥啦？大哥阿姐，你是走出来送佩佩，还是来骂我的？秀秀结婚啊！佩佩甲我讲，伊嘛念伊都要嫁人啊，起码只有你结婚啊，搁离啊。什么时阵，你才会当甲秀秀同款，有一个较正经的翁婿，有一个可爱温暖的家庭，将来阁有一阵乖巧活泼的囡仔。大哥阿姐，我是唔甘离开你，唔甘离开阮妈，啊若无吼，我凊彩拢会当找到财翁。你咧黑白讲啥？最近敢有 David 的消息啊？妈，你食饭啊未？食，为了赶进度加夜班，就伫工地食便当。伊走啊！向走啊？你迄个无良心的爸爸，伊留一张被。妈，伊是高保校团，伊袂用走啊。伊放咱母仔囝走啊，伊无爱伫咱啊。妈，不要紧，爸伊走，咱赶快会当过日子。我对伊几十年啊，食遐尼济苦，伊发财啊，有钱啊，就袂去理我这个老太婆啊。喂，是，有啥物代志你甲我讲，我是因后生，是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妈，爸用假护照，企图偷渡出境，互警方抓到啊！报应，我知影，早晚会有这一天的。爸伫警察局，你敢去看一下？你去啦，我不爱去。也济啦，多谢。恁爸爸讲有代志要交代你，爸。我会气数已尽。爸，我伫批内面有交代，希望你好好经营公司。毋过我无经验，我袂用的。为什么袂用的？我当年双手空空，拢会用拼出一番事业。即马公司也阁有基础伫咧，我有估计，公司的资产甲负债，拄啊好拍平，也阁有几落百万，会用互你去重新开始呀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要走咧？我犯的是刑事案件，逃袂过法律的制裁。你爱好好做，从今以后爱好好经营公司，
建筑业虽然捌拄着过大风影，前途抑阁是非常的好。等去甲恁妈妈讲，我对不起伊。爸、妈甲我拢会等你，等你若出国了后，咱搁再恢复像较早同款。好啊，你等去啊，你家己爱保重。紧去啦。我要拍去，我要奋斗。婉婉，我一定会成功，我一定要出头天。希望有一天是你来求我，唔是我去求你。一口鼎，加减做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婉婉，婉婉，妈，什么代志啊？婉婉啊，出代志啊啦！妈，什么代志啦？你莫吓惊人好无？David 因爸爸张建宗用假号就要出境，在机场互人抓到啊！哎呀，我当作是什么代志咧？婉婉，婉婉，你看报纸好无啦？婉婉，你应该爱去看 David， 去甲伊安慰一下。哎呦，这毋是我的代志啊！恁结婚啊呢，名义上是翁仔某啊。我甲结婚证书掠掉啊啦！翁仔某就是翁仔某，你掠100张结婚证书，阁是翁仔某啊！婉婉，就算讲你无承认你是翁仔某的关系，嘛算是朋友啊。不管安怎嘛，应该去甲伊安慰一下呀，尽一下做朋友的义气。我惊你无用啦，我甲阿仔约好啊，要讲出唱片的代志。我不管你甲谁有约会，只要你有这份心，就应该爱拨一下工去看伊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拢已经10点啊，好起来洗面洗嘴啊，我来传物件互你食。妈，你咧？我甲恁大裤阿姊已经食过啊。大裤阿姊到早。
无早啦。我要赶来去店的，无时间甲你煮食，你就凊彩食啦，吼。妈，我不爱食山珍海味，安尼就真好啊。最近你无应该足晚才转来，过2天后，妈煮一寡补甲你补一个。想要食好的物件，有人会请我。婉婉，查某囡仔不应该占人的便宜，安尼是你家己会吃亏啦。是因家己要请我的啊，也毋是我要占伊的便宜。家己爱较细腻咧。当初我知影，当初你嘛捌食过这款亏。你要找啥？阿姆你好。哦。我呢是婉婉的朋友，婉婉拢叫我阿仔，我号做吴公仔。阿姆，这是一点仔纪念礼。婉婉小姐，熬早。阿姆，我来接婉婉办淡薄代志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已经找到上界有名的作曲作词。也毋过，婉婉小姐认为因大姊写的词会搁较好，搁较水。哦，婉婉的建议嘛非常的可贵。有一寡作家写了伤过济，颠倒伤过通俗去。讲来讲去嘛是迄几套哩，无创意嘛无新鲜感。凭良心讲，阮唱片界嘛需要增加新的生力军。因此，我对婉婉大姐的词望非常的怪。因此，为着让婉婉一摆就出名，嘛会当让婉婉的大姐，让大家拢知影。你讲煞袂啊？秀秀，阮公司伫真侪重要的城市，拢有设立招待所。亲像公司内底高级职员身份去倒美馆，拢会当带点各地的招待所。总务部门阁替咱安排好真侪行程。我甲详细算过，咱这撮美国旅行唔免开偌侪钱啦。拄则结婚，会用省也是爱省啊。这我知影啦，但将来囡仔若是出事，恐惊都要开偌侪钱啊！才拄结婚，就想要生囝？都要先量早拍算啊！一鸣，咱出去佚佗，妈敢会无欢喜？袂啦，妈妈嘛知影，拄结婚的人拢爱出去度蜜月的啊。度啥物蜜月？妈，迄是外国人的物件，咱中国人无兴趣的。也毋过公司已经替阮安排新婚旅行啊。我替恁煮饭洗衫，无用30多年啊，真无简单等着你结婚啊！就想要甲我一个人等伫咧厝内底，家己去佚佗，我都爱搁家己煮饭。一鸣，你做人爱有良心呢。一鸣，说去啦。你若要去佚佗会用的，先甲我送去养老院。有人甲我煮食，你爱去倒位就去倒位。叫阮第三个嫁过来啊！哼，恁忙啦！大哥，谁叫恁某是未生两个阿母啊？你想哪？医生，只要你会当救我某，我要开偌济钱都袂要紧。